有袂少人要减肥瘦身，拢会食类用沙的水煮餐来代替着正饭。感觉讲，这个油草食较少咧，就会当成功来减肥。但是营养师讲，若是食伤侪这种的，颠倒会因为油草食无够，营养失衡。安尼一来，荷尔蒙会来失调，女性的经期嘛会袂顺，钙质的吸收嘛会无够，这个身体是去倒害。青菜肉片拢甲等咧鼎位内面煮，这水煮餐是袂少想要瘦身的民众拢会安尼做。不过若是逐顿拢安尼食，小心又摄取无够，会营养失衡，有变金。我们的饮食里面其实需要维生素。A、D、E、K， 维生素 A 我们知道它是对我们的眼睛是有帮助的。那再来的话，像维生素 D 的话，它是在钙质的吸收啊。也有真侪想要培人身材健身的民众，嘛拢会将食法用水煮，但是营养师讲，这欠油维他命 D 是歹吸收，那呢就会减少钙质，颠倒影响肌肉的生长，长期落来可能会形成大结石。当我们今天吃油脂的东西到身体的时候，我们的胆囊就会分泌胆汁来乳化我们的食物里面的脂肪。但是当你今天都没有油脂的时候，胆囊里面的胆汁就一直留在胆囊里面。营养师表示讲，一般人一天摄取油脂量大约是2汤匙啊，加上1汤匙的坚果，来当帮助维他命的吸收，适当的油脂会当保护内脏。拄着食这清爽的水煮餐无问题，不过小心，若为着要瘦身，颠倒影响身体健康。